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樂永豪贏馬者同盟 YouTube 分享嘅時間啦。一年容易又過年啦嚇，今日咧就係呢個除夕啦，大除夕嘅日子。聽日咧就係呢個2026年嘅元旦日嚇。首先咧喺呢度祝大家咧就新年快樂啦，咁就身體健康啦，心想事成啦，最緊要就係事事順利啊嚇。2025年咧就即將過去啦。雖然咧即係2025年咧都有幾多事件發生啊嚇，咁但係隨住咧即係2026嘅來臨啦，咁都已經成為歷史啦。希望咧就喺新嘅一年咧，就大家都係開開心心去迎接，亦都咧希望大家咧就即係尤其是咧馬場啦嚇，得心應手啦。好啦，嗱講翻咧就今次嘅即係元旦賽事啊，其實咧嚟緊咧除咗元旦日之外咧，咁大家都知道今次就跑星期四啊，跟住星期五有排位。星期日咧又有呢個沙田嘅賽事，而兩次賽事咧都係跑11場咁多㗎嚇。到底咧大家消唔消化得切咧，消唔消化得晒咧？都睇下呢段時間啦。大家做幾多功課啦？今次會好少少嘅，因為今次嘅元旦賽事咧，始終都係咧星期一啦，星期一啦就已經咧係排位啦。咁最低限度咧，大家都有翻多日時間去處理啦。跟住嗰日就會麻煩啲啊。咁大家都小心啲啦。咁同埋咧嚟到咧季中階段啦。大家都會見到咧，呢兩次賽事咧都會好多大量嘅新馬咧就初出，咁冇辦法㗎啦。季中階段經常都係咁嘅，12月到2月啦，係最多新馬出嘅時間。而呢啲時間咧，通常都係即係容易爆冷嘅。我諗呢方面咧，大家都要有個心理準備啊。好啦，亦都咧就閒話休題啦。講翻咧今次咧，我同心怡老師咧嘅心水馬匹啦。今次咧就11場嘅全草地賽事嚇，用呢個 B+2跑道作賽嘅。B+2嘅特色咧就都唔算跑得多啦，咁短途咧內碟前置咧較為有優勢啦，咁係中距離以上啦，咁係外檔馬有得追嘅。呢個咧都係以往 B+2嘅常態嚟嘅。至於咧今次嘅心水係乜嘢咧？今次場次咧我比較先啲喎，我比較中意咧就係第二場嚇。咁呢場4班12米拆組嘅第二組。呢場賽事咧就我嘅心水馬咧，我幾中意咧就係呢隻13號嘅海南寶嘅。呢隻海南寶咧，你會話咁隊長，咁呢隻海南寶其實以往嗰個上名率勝出率又唔算好高啊，咁有咩過人之處啊？咁亦都咧就即係近期都輸過啦咁樣。呢隻馬咧無疑咧，佢唔算係一隻好叻嘅馬，咁但係咧最低限度咧就有一點咧就係4班夠用，田草千二係路程專家 ，OK， 到而家為止2 win 1 Q 都係呢個路程嘅，咁都唔需要太過多諗其他嘅路程啦。唔叫話講其他路程根本就冇機會嘅。呢場賽事咧點解會揀佢咧？呢場咧始終第一4班1200今次係拆組嘅，咁而呢組咧亦都有即係兩隻初出馬啦。隔晚嚟講咧，初次上陣嘅雙子美麗熱門嘅，咁亦都咧就即係都熱得幾緊要下。咁當然啦，呢啲馬有機會咧係贏晒都得嘅，係。當然係有機會贏晒啦嚇，咁但係有機會贏晒唔係代表佢必定贏晒啊。同主嘅美麗緣分，第一次初出，何嘗唔係即係喺神貨係靚到飛起10幾蚊，結果初出就跑屁嘅啫，只係咁。換句話講咧，佢哋係有機會，不過如果你係過熱咧，咁你都要小心咧，就即係都會俾對手所成。咁而被對手所成，容易係咩馬咧？咁你尤其是即係跑呢啲熱門路程啊，但係熱門路程咧，呢啲組馬裏邊咧，曾經贏過呢個路程嘅馬咧，又唔係咁多嘅啫喎，數嚟數去咧，都係得3隻，就係咩咧？喵喵怪4隻啦，喵喵怪、聖多多、有你有我同埋海南寶，係啦，數嚟數去係呢4隻嘅啫。咁而當中咧，有你有我、喵喵怪、聖多多今季都贏咗馬嘅，即係話佢哋今季個分咧本身都已經係浪咁啲上去。無疑即係有啲馬都有機會係突破評分嘅，即係你唔可以話佢完全係佢哋冇機會突破評分。咁但係咧，你始終用咗分，用咗體力去打咗一場勝仗，甚至乎你好似聖多多咁贏咗2 win 添，咁打咗2場勝仗。咁第一你消耗咗，咁你都要時間去 recover 㗎。第二咁你已經交代咗，咁嗰個肉緊程度又會冇啲未交代嘅馬咁高。咁相反地咧，海南寶今季咧跑咗幾場咧，其實佢係頭嗰2場跑得好衰添嚇。咁當然係未交代啦今季。而上一次嗱，我就覺得上一次咧，佢用鍾易麗嗰場開始有翻啲走勢，同埋最重要一樣嘢，呢隻馬咧，你會見到佢有 form 有態嗰陣時，佢可以擺多喺前面走啊，佢速度出翻嚟嘅。但係如果佢冇態或者佢個form唔算好嘅時候，佢咧連速度都唔算好強，咁呢啲咧就即係
正宗嘅短途快馬嘅特性啦。咁佢第一佢路程專家，第二難得季內跑幾場現身之後啦，狀態又翻嚟啦。咁今次亦都換上幾人桿，咁啊改少少配備，除咗個眼罩，睇翻除眼罩咧，其實佢除眼罩其實係好嘅喎嚇。上季咧贏馬嘅時候就係冇戴眼罩啦，咁啊淨係綁條脷帶啦。咁回復翻咧佢贏馬時候嗰個配備。咁嗱呢組馬，如果你話以舊馬贏過呢個路程嘅馬嚟講咧，我都會傾向咧要海南寶，就係頭先講咗嗰個原因啦。個機制都已經交代咗啦，第一、第二用咗啦。咁而海南寶咧跑法又幾主動啦，今次排個6檔用幾人桿跑，亦都咧就輕磅，咁條件咧係配合噶啦。要輸就輸俾啲咩馬？你要輸當然輸俾啲你未見過嗰啲真馬啦。而呢場最熱嘅係雙子美麗，但係咪一定係佢咧咁樣？咁我都覺得即係譬如其他嘅未贏啊，或者即係質素較新嗰啲馬咧，都有機會攻堅嘅。但係如果舊馬嚟講咧，海南寶呢個隔晚10倍咧，我就覺得算係幾理想，亦都係直博嘅馬。咁位置亦都有啲分頭啊，呢啲馬一邊3匹咧係可以一試嘅。咁所以我比較中意呢半冷門啦，第2場啊，13號嘅海南寶嘅。咁啊，至於心月老師咧，佢就比較咧就即係中意中間嘅場次啦。嗱，第6場佢係比較中意第6場啊。咁啊，4班1400米呢場雖然3T 嘅場合，但係咧呢場咧我覺得佢揀得都合理嘅。3T 場合咧呢場較為正常啲嘅。佢比較中意嘅咧就係10號嘅天天更好啊。咁啊，羅富全馬房嘅天天更好。嗱呢匹天天更好咧，就隔晚咧佢都係熱，不過都因為處女馬啦，佢都有4倍幾嘅。而去到呢啲特別彩池場合咧，咁就算熱極都有個譜嘅，係咁嗱。呢個天天更好咧，雖然咧佢到依家為止咧係未入過 Q，但係其實你睇翻佢今季咧，佢係跑咗4場，其實佢係全部跑3、4、5名啊。而每一場都係輸俾頭馬咧，係2個馬位以內嘅。不論佢擺前邊跟前，或者留後少少追，佢都係呢個距離嘅啫。咁啊反映到啦，呢匹咧就4歲馬啦，佢到依家為止只係跑咗8場，有需要慢慢咁樣去 build up，咁佢亦都咧就開始進入狀態啦。咁而上一場你見到佢一場咧就擺喺前面跟住走啊，翻到嚟跑過第4，係冇錯。咁佢都只係跑第4而失咗3甲嘅，但係咧佢嘅對手真係強嘅，譬如好似頭馬嘅兆喜喜啦。咁上一班今次都再跑喺第9場，喺第10場，咁佢都係應該係機會馬嚟噶啦。另外一世美麗跑第2，跟住已經保中，甚至乎跑第3嘅深紅紅，咁佢都係季內咧係一再上名嘅馬。咁所以咧天天更好喺呢場賽事跑第4咧，其實個表現咧係相當有說服力。而事實上呢組啱嗰場賽事咧，前4名呢4隻馬咧係將後邊嘅馬群掟甩嘅。咁所以咧你可以將天天更好咧歸納埋去一世美麗啊、小喜個堆啊。咁如果咁嘅話，咁佢再跑咁啊對住咧一組對手裏邊係啊都係美麗啊，不過係爆出美麗差好遠嘅喎，係咪？咁所以咧我都覺得咧呢隻天天更好咧的而且確今次咧條件咧係優厚嘅。如果你認為佢到依家都仲係處女馬未入過 Q， 好熱係唔算好值嘅話，咁或者咁睇啦。佢每一場賽事都係咁接近嚇，咁亦都咧就只不過係睇對手嘅啫。而呢組對手明顯地係比佢之前遇過嘅對手咧係較弱嘅，加埋嗱呢隻畢竟夏姆師長嘅馬，夏姆師長嘅馬咧有咩特點咧？第一，夏姆師長本身咧都係處女馬型一級賽嘅，佢唔係話一嚟就得嗰啲馬嚟嘅，所以夏姆師長嘅馬咧係冇錯，即係有啲你配咗啲比較早熟啲嘅短途快馬，佢可以嚟得好快。但係一般嚟講咧，夏姆師長嘅馬咧都係傾向咧就比較慢熱啲啦，慢慢進步啦。亦都咧就比較內戰啲啊！呢個咧夏姆師長本身嘅特性。咁而天天更好咧，睇佢嗰個上季一路出賽到依家嗰個進程，佢係有啲，佢真係有啲似夏姆師長嗰個性能。咁亦都咧唔排除咧，佢而家4歲啊，咁佢而家就應該係呢啲1400米路程，1200佢係嫌短㗎啦。但係我唔排除咧，佢再年長啲，可以跑長啲，甚至乎去到1800都得。咁所以喺呢段時間咧，你可以預期天天更好咧，佢係會慢慢咁進步。咁今次嘅對手比上次曳，咁亦都咧就檔位亦都係一樣，亦都咧就磅位仲點數計比上次輕添。其實講形勢上面，天天更好咧係幾理想嘅呢場嚇。咁啊加上呢場咧就我都覺得呢場個對手裏邊咧強弱係比較懸殊啲嘅，係冇錯，可能都會有一隻半隻嘅冷腳出現。咁但係咧嗰啲要威脅到能夠爭勝嘅，即係譬如好似呢場我都認為天天更好爭勝機會高啦。譬如星雲笑着啊、卓越善豐呢啲都係即係熱門馬隔晚啊，即係要大冷門要威脅呢幾隻嘅熱門馬咧，其實
就要過晒幾關唔容易啊。所以呢場咧我都覺得就算有冷門都係熱頭冷嘅機會高，所以咧天天更好贏面係有嘅。咁所以咧，森美老師呢隻第6場10號天天更好咧，我都相當之中意嚇。咁啊亦都咧就我都會行頭嘅，我都認為呢隻咧係一隻唔錯嘅即係贏位肩頭嘅選擇啊。好啦，既然係咁啦，都重溫下今次我哋2匹嘅心水馬匹啊。咁我比較中意第2場13號嘅海南寶呢匹半冷門嘅馬啦。咁啊，森美老師比較中意第6場10號嘅天天更好嘅。2場13、6場10，今次2匹嘅心水馬匹啊，提供俾大家參考下嘅。好啦，咁如果大家咧想喺馬季餘下嘅時間咧，再同我哋咧更加緊密嘅聯繫啦。歡迎大家加入我哋嘅會員頻道嘅噃。咁加入嘅辦法相當簡單嘅，喺呢條片下邊咧就有條 link，大家只要 click 入去，咁選擇咧就啱自己嘅等級嘅會員嘅會員啦。咁亦都咧收取唔同嘅資訊啦。咁擊入咗成為我哋嘅會員之後咧，咁我哋喺馬季餘下嘅時間咧，就可以一齊咧就並肩作戰㗎啦。咁等緊大家加入我哋大家庭啊！好啦，多謝大家嘅支持啦。咁嚟緊下次賽事咧，頭先講咗，好快，1月4號咧又有賽事沙田上演，1月3號再同大家咧喺 YouTube 再見，禮拜六見，拜拜。